隨住港人北上生活嘅趨勢越嚟越熾熱，香港揾錢，內地享受人生嘅模式，越嚟越成為好多港人嘅理想選擇。而享有廣東香格里拉之稱嘅韶關市新豐縣就係唔錯嘅熱門之選。打開地圖你就知啦。作為韶關市唯一一個與粵港澳大灣區接壤嘅縣，門前高速出入口近在咫尺，輕鬆聯通廣州、深圳等大灣區核心城市，往返香港都唔算好遠。呢度語言、環境、生活習慣同香港都係同聲同氣。新豐縣嘅溫泉正宗硫磺溫泉源頭，亦都係自駕遊溫泉勝地。春賞杜鵑，夏氣瀑布，秋觀紅葉，冬覽霧凇，雲髻山，自然環境好豐富，更加受人青睞。而且呢度嘅物價樓價都抵買過香港好多，生活嘅豐富程度一啲都唔輸蝕㗎。不過最令我哋港人心郁郁嘅，仲係佩龍譽豐康養小鎮，更懂港人宜居社區。佩龍譽豐係由香港籍實力企業家梁佩輝先生嘅卓興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開發。小鎮喺雲髻山腳下，真正一個天然大氧吧，群山連綿，天然湖泊，園林社區，咁樣嘅生活先至叫寫意。最緊要嘅仲係全新三大港人配套、港人生活、港風元素、識港價值體系，大到社區生活，細到服務細節。針對老年生活，社區內仲設置咗醫養服務科，推出日間託養。歡迎我哋余醫師同我哋介紹下。香港嘅朋友大家好，我係康養中心嘅余醫師，今日由我嚟為大家介紹下我哋嘅康養中心。我哋嘅科室咧會設咗專業嘅醫療團隊、護士團隊、康復師團隊，全部都係專業化嘅人嚟嘅。老人家喺屋企啊，冇人理啊，個仔女要上班啊，上晝送過嚟，夜晚接翻去，就一管式嗰個託管，白天入託咯。細蚊仔個小朋友入幼兒園一樣咁樣嘅休息區。係老人家嘅休息區，係全部休息區喺呢度，係全身嘅宣證，就我哋配入秘製嘅中藥喺呢度宣證，佢哋全身得到一個舒筋活絡嘅功效嘅。艾灸室呢個都係全身艾灸都有，呢個頸椎啊、腰椎啊呢方面都係有咁樣嘅。第一個我哋係推拿，呢個棍點嘅推拿，呢個推拿係我哋中醫嘅一個特色嘅。平時過嚟放鬆下，咁得又細心，唔會 hea 你。全部理療、娛樂全部都一齊咁樣嘅。有我哋飯堂有一個飯堂又提供嘅。嗰邊啊讀書啊都係嗰邊都有。都融合一齊咁樣咯，都康養咁樣，好多我哋唔係話嗰啲重症嘅，係嘢治理得到嘅嗰啲人喺嗰度。社區內仲設置咗多功能飯會所，無論係一個人靜養定係一家人度假，都可以揾到合適嘅休閒方式。周邊生活配套無憂，醫院、學校、派出所、稅務局一應俱全，幾分鐘車程就可以滿足日常所需，方便程度拍得住香港。間屋最能夠體現出一個人嘅品味同追求。我諗真正滿足到呢啲要求嘅最終居所，肯定唔簡單。融合現代主義同度假風情。佩龍譽豐之美，在於與自然無界半山而建嘅超低密稅區。返到屋苑，我哋呢棟總價260萬起嘅千尺別墅，睇下我哋嘅 Dream House。對比香港嘅樓價，實在係太有性價比啦！
廚房採用中西雙廚設計，拓展後可做到183平方尺左右，用嚟招呼五湖四海嘅親朋戚友，再適合不過啦。景觀露台連接臥室，清晨嚟到露台呼吸嚟自雲髻山嘅空氣。約上3-5個老友喺呢個超大露台 BBQ、家庭聚會、空中 party， 享受平層洋房無法體驗嘅樂趣。如果你都嚮往遠離煩囂，享受自然同舒適嘅生活方式，佩龍御風小鎮絕對值得你親身嚟體驗。To buy or not buy non-local off-plan properties, assess the risk before you buy. 境外樓花買唔買？計過風險先好買。